是在地新闻，继续要来提醒有糖尿病、有高血压的乡亲，若是去互网啊定着，是唔通安尼太绕，绕到破皮、流血、流滴，安尼是真危险哦。台中有一个77岁阿嬷，就是有糖尿病，伊的脚趾头啊去互网啊定着，伊是甲绕到安尼烂皮搁反乌，变做歹死性的筋膜发炎，这个脚趾头啊差一点啊都爱锯掉。 这阿嬷个脚趾头啊，烂去反乌，差点啊，都爱锯掉。原本只是去互网啊定着，因为了甲破皮红肿，才变甲遮严重。好，再过一阵子，你看整个更红。另外，这位阿嬷因为皮肤打痒，嘛了甲破皮有空喙，结果咧规只脚拢发红啊。医生讲，因为拢是有慢性病，这脚腿的动脉太掉咧，地势空喙不容易好，引发恶化。利用正确的方式换药之外，也必须适时介入这个血管的检查，才能够 找到真正的这个病因。天气渐渐热，网头嘛开始变多啊。医师提醒，若是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血脂肪异常，或者是讲本身有洗肾的人，拢要特别注意。因为疗伤的皮肤一礼拜若也袂好咧，就唔通以为讲只是破皮，爱赶紧去看医生。